即马这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今仔日平地上低温呢是出现伫个台南市的南西即带，这时间啊8度尔尔。即阵啊，这南西的早啊是当咧采收，啊那沿海沙白鱼有诶嘛咧收成啊，所以农渔民是赶紧来应用，希望讲这天气的变化，莫去影响到因的心血。 一粒粒青艳艳的枣啊，挂伫咧树丛顶面，即阵当要采收期，像这大出的品种，雪梨、甜度悬，口感搁脆，伫市面上真抢市。另外，新品种9号新币王，平均甜度18度以上，感款卖甲真好。南西个人讲，经过一年元气恢复，今年产量真稳定。毋过最近颠倒天气变较冷，应该来当甲已经黄的先慢落来，还未够分呢，就喷水来调节气温，甲袂伤寒，受到损害。我们还会抽取一些地下水来灌溉我们的土壤，然后让它保持一点湿度，那让水去调节它的温度，不会让它也是降温那么快。同款若伤寒会受到影响的，也叫有放出来。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来报道，台南沿海未少温啊，寒咧寒流来，龟壳甲收成起来。另外，鱼伫北边会压雨棚来挡风，卖互鱼壳啊加温。若沙白鱼惊寒，沙白鱼仔嘛袂堪这水冷。安南区鱼仔场嘛有打风寒病。表面的水温比较低啊，底层的水温会比较高。加高水位的话，鱼会比较有地方可以避寒。这摆冷气团寒死死，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，车仔全台平地上低温伫台南南西，干那8度，中南部透早体感温度，甚至比北部更加冷。气象单位提醒，这波冷气团影响时间有较长淡薄啊，按算拖到8、6透早。除了辐射冷却的影响外，这个也和南西区周围的地形有关。 当地两侧的地势较高，冷空气容易聚集，不易散开，因此气温特别低。这个礼拜5开始，强烈大陆冷气团会稍微的减弱。面对冷气团，农渔民拢带咧等，因拢希望会当平安度过，也个会当有好的收成。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。